讲一个是个吼，我阿妈遮有一个迄个道亲啊吼，啊诚先生，伊是见到了就拢来咧听道理啦吼。啊，他本来是阮的4年教育班，那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要轮班，所以讲伊就袂当，所以就刚刚不好意思，伊就甲我讲啊，伊讲哦，安尼无他卖入4年教育班，而且他入福利新的班，好，伊讲以后有来福利新的班。那各位知道，我们福利新会班8月份我们去做参访，福利新会班每一年都有一次的那个户外活动，所以我们去参访，去参访，本来候选是鼓励他一起去的，我们去看参访的所在就是去咱将来在丽水的占修部，咱占修部遐就是服侍啥呢？就是主要就是咱的咱延平郡王延平郡王郑成功啊，对郑成功大仙伊伫遐求道伊伫遐求道，求道了后说伊安怎变化，我们就是去参访，去见证这样的一个历史，本来互我大鼓励伊做个启动报名，结果他没有报名，伊就无报名。一个无报名呢，因为要考那个1个月我的时阵，乡民咱听就讲哎哟，我唔知讲应该有发生这样的代志啊。伊本身去开刀，唔系讲心脏对吧？去开刀前的2天因一个后生，迄个唔知啥物原因，毋爱去医刀啦。第二后生佫跋倒，佫共去2、3天就对啦，佫共2、3天多3个陪仔囝同齐拢去病院对啦。所以事后我知影时阵我就去甲伊关心嘛去甲伊关心，然后他就跟候选讲一句话，伊讲拄好我假使你讲我也袂甲你报名无嘛袂当去安尼啦。我甲讲你讲毋对诶，你爱讲颠倒边。我讲你应该讲我是要到协会。如果我若含你去参访，或许这些灾减就可以免掉了。你想想我一样的对呢，往前看多想，或许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说，我们今天来到博览坐在这边，好像没什么。虽然刚是会得力，不是带会啊，虽然讲咱坐在家不是带汤型，但是我们要知道天恩师德的可贵，咱伫咧遮，咱到我以前讲你今仔若唔是来坐遮，伫外口就发生啥物代志嘛？不一定嘞所以说，要如何消灾化解，就是安怎要常来佛堂，行功表愿，用我们的功德来抵消我们的业力，安尼咱靠我们真正大家平安的，所以要讲你嘛讲这20小节、20小节、30小节，一个节就是一个事故，大事故、小事故尔嘛，你好，咱来这听课，坐一天的课，坐1个月课，会当去消200小节、200个事故呢，安尼歹会歹？所以互咱伫咱修办的过程当中互咱以后若有别来家己过程，互咱会当讲，你生当中真正是迄个劫难不断的就像以前未改发生的时阵真正真像迄上面先生甲我讲，有够准的啦，啥物年也发生啥物车祸，啥物有够准的，但是当咱发生修办得了时，好像打破了这个魔咒咒人魔咒，所以说这个就是修道的可贵，咱来修道可贵，所以讲第三就是讲会当平平安安来过一生，就是人生上大的快乐。那再来呢，就是无贪无妒，就是讲人生最大的福报，就是啥呢？就是咧讲这，因无贪无妒是咧讲啥呢？就是咧讲咱人生最后的一节课。人生最后一节课是对一节课，各位相信都知道。应当讲人有生就有死嘛，虽然说生是偶
理所当然，这个人生的过程。所以讲，人有生就一定安那，一定有死嘛，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无法度去避免的，有一天咱拢一定安怎，行到最后的迄一天，所以当咱去面对着咱人生最后的迄节课的时阵，各位，咱的共同的心愿是啥物？是毋是有一个人讲无样好生，啊有啥物？咱有安尼的共无？有嘛逐个嘛拢希望是安尼，意思是讲，咱的一生当中，我无一定要过到大条，但是若到我人生的最后一段，会当互我安怎自然然无受家庭的折磨来离开这个人世间。请问这敢是足大的福报？这真正是个福报。较早互咱婆婆要去的时阵阮婆婆要去的时阵总听听安尼讲好，我真希望伫讲我若真正要转的时阵咱若困困怎安尼行上较好。我婆婆常常咧讲这话，有安尼有安尼个生活无？有啊，互我讲婆婆，阮听人讲阮为什么互我头拄咧甲你讲，咱看咱互我到心情做有福报，互我真正做有福报。你安怎有福报甲讲我互我会记即咱伫咧几年前后续来分享的时候，有甲咱各位讲，互我福报之大，互我那讲伫的时阵互我各样品拢讲咧给我食，安尼有听无？包括阮的公婆要离开着安怎，都拢毋甘甲我即个。所以阮公公婆婆真正拢敢讲人生最有风雨，一路好走。阮公公安尼，从早上1点，隔天早上3点，含一句话都敢甲我走，毋甘啊！毋过我是照过来甲看，伊拢无即个的，我婆婆咧，婆婆佫较有大福报咧，咱体育班，应该讲迄天体育班啊，迄天体育班，阮因去体育班转来，阮迄妹伫遐食饭食饱，迄个伫遐咧讲毋知影互我有咧兼过咧，互阮婆婆阮婆婆讲伊咧兼过，人阮先生他做早餐人上班食，倒来佫伫遐有讲佫伫咧泡茶咧，结果听说安尼我就去死了，连折磨到都没有。所以我讲我这么大的福报就是讲，你安怎是大人在身做疼惜啦，含咧转尔都袂当互咱去甲伊操练，安尼是一大福报。所以讲人生，人讲无求好生，只求好死，这爱有条件所以互咱伫这个活动这样子当，以后续的见证之下，后续真正相信修道它是咱最后会当去到显宗的一个用意。我突然跟我讲，后续的公公婆婆都是没有折磨这下子离开，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心向道，像我外婆婆安尼，甚至都较无爽快那听到伊信伊就等有感觉，较艰苦的病去做者倒来虽然有点会挨压，有艰苦有点挨，但是伊讲伊做到这么容易，所以讲他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报，但是反观后续的妈妈，因为我爸妈妈甲阮公婆比较近嘛，因当时我爸有一阵3年前在家甲咱分享说，我3当走4个亲人，结果毋是我3当走6个亲人，陆陆续续安尼一个一个一直离开，第3当来安尼6个亲人拢离开去，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或许没有办法去接受，但是嘛是爱去接受这是咱的功课，人生的功课，所以讲互我来讲，后续的妈妈一样有亲口，同款有亲口但是伊就是变成7外8当那走，7外8当那走，所以互我安尼是长期来，伫咱当中来观察，为什么爸爸拢是安尼？爸爸拢是迄个有亲口爸爸拢是安尼迄个，有的人太安尼，足好转去的，有的人就安尼，即外加安尼像阮黄金里有一个道亲安尼说说阮少年，阮有认证上来行伫即款，他妈妈在病
26年，26档呢。哦，啊，你讲看，这26档对本身来讲是毋是艰苦？个人才有规划，个人无规划呢，毋是无规划尔呢。个伊个人哦，阮迄个干爸爸哦，这是干妈妈啦哦。个伊个人干爸爸结果过了成长，哎呀个定哦，所以讲哦，或许安尼去人长期的观察。为什么一样修道？有些人可以走得很自在，有些人就是安尼，伊啊贪求袂煞。因为咱心上有一项物件，有一项物件哦，毋知咱知毋知？咱要当真正人讲一路好走，必须爱把这项物件来消除掉。这项物件叫做啥？叫做苦经。苦经各位知道吗？哦，咱大人知讲咱有福报嘛。哦，啊，大人知影讲咱有福报，所以大家都很积极的想去创造福报，甚至享受福报。可是唔知影讲咱人一生当中注定你有偌济福报爱去享，相对之下，咱每一人心上你一生当中爱偌食偌济苦，爱受偌济折磨，其实这嘛是注定好的。所以讲呢，为什么有的人足简单的，足轻易的当安尼离开，有的人确实安尼折磨，因为苦根无消啊。苦根咱想来讲，苦根无消是你要安怎自在解脱的？各位知道或许安尼加观察，伫咱道场做一经验哦。虽然逐个人面对着死亡的这一天，会透过无同款的因缘，有人可能是受着病痛、癌症啊，有人是受着意外车祸来转去，毋管啥物方式来转去，但是真正转去的时阵，是毋是折磨着，有拖磨着？这它是真正彰显所谓的那一种福报这个事实啦所以讲呢，咱苦根若无消，你要自在解脱，就真难那咱要如何来消苦根呢？如何来消苦根？咱的想法讲上天设立下无同款的这个报施的方法，就是要来应对着无同款的苦业。所以讲，如何要安怎消苦根？就是爱嘛，咱就讲爱行动一定。那行动一定的方法就是除了报施无啥所以讲无同款的报施，就是要应对无同款的苦业。比如讲斋施，就是要度化咱人的健康的心。法施，就是要化解咱人的心中的问题。那无畏施就是啥？无畏施就是要互咱消咱的苦根所以讲咱来注意看讲，有真个真个者愈爱来活动做活动，无畏施的工作啦伊就是要消苦根所以咱这讲大师讲消业力有两个所在，一个叫做地狱，一个叫做道场。那请问有智慧的道理，请问咱各位要选对一项？道场。如果来讲，好汉的妈妈，感觉的公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妈妈因为情况了，因为身体就无是介好，所以逐天若要去来坐，拢坐袂住所以咱头拄仔互阿姨讲，你坐伫迄遮就是要消苦根所以迄时互人一直鼓励伊来听道理。我讲你无法当做啥，无要紧，来遮加减坐，坐伫迄遮就是要消苦根但是伊就无法度。所以一定就是拢无来分工了嘛无来遮话就对所以无来遮话，大对话，大白成人。所以外甲不成人形，时间到，安尼较早。但是好佳在就讲，伊走的时阵，真正是人讲显一个真自强的有相人伊91岁胃空咱敢知影胃空转去的时阵伊变化偌大了恢复到20几年伊本地破病是规身躯拢紧条的呢，硬酷酷的呢。破病迄时阵一个3寸地长的时阵生龙如玉恢复到20几年其实这嘛是要显示咱道的保证嘛因为阮妈妈的这个相，所以感动着互咱哥哥，互咱
哥哥嘛，伫咧陪嘛，是无啊？所以讲吼，咱老师来讲，要消灭这个所在，所以有智慧的道理，咱就爱思想来不断，用功一点，用功来消掉，安尼咱才会当，人讲苦逼消尽，将来咱才会当自在解脱。那不管是无烦无恼也好，无贪无钱也好，无灾无病也好，咱拄则讲，这拢叫做咱今生的福报，对吧？那这些福报是上天无缘无故给我们的吗？绝对不是嘛！这福报是咱当年累积来的，对吧？是咱当年累积来，咱才有这个福报呢。所以讲人生人讲生活离袂开啥？离袂开做人，对吧？生活离袂开做人哦。咱的修道嘛离袂开做人，所以你今仔要有得到这个福报，要当有咱头拄讲的这个福报，甲做啥有关系？甲咱做人有关系无？有啊，所以会当做人有重要的，真重要所以来咱参考刷来甲咱参考的就是，啥物叫做生活有道幸福爱当幸福快乐。啥物叫做生活有道？生活有道，就是啥呢？就是人讲做人会当规规矩矩，生活会当过了踏踏实实，对待人呢会当诚诚恳恳，这叫做生活有道。如果咱会当规规矩矩做人，会当踏踏实实的生活，对待人会当诚诚恳恳，那安尼，咱是不是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在这个有道的人生当中？那安尼咱就会当得到幸福快乐，对吧？所以讲，咱拄仔讲，会晓做人比会晓做事要较好。所以呢，真正道理的道，若讲道理的道，真正的道，就在咱的伦理当中，就是咱的伦常当中。所以呢，古早人讲伦常以外无大道。这就是咧讲呢，这个伦常就是咧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常道。所以可见的道就在哪里？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简单讲，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人甲人之间的相处当中，人讲人甲人相处当中呢，咱拢爱去善良。人讲会晓做人比会晓做事佫较重要。所以讲会晓做人，咱较有法度去结善缘。哪怕今仔日咱对着咱上亲的家人，咱上亲的家人，我们也是要友善对待嘛。所以讲呢，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咱也有法度甲伊维持在一个良性的互动。那安尼，咱就是当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各位咱大家讲当中，对嘛所以讲呢，生活有道，就是爱把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好。那有道的关系是咱必须爱去经营，咱要得到幸福快乐的人生，有五种关系是需要咱爱用心去经营。对五种呢，就是咱所讲的五伦之德。五伦就是五种的关系。伫咱人生当中，咱有离开着这个关系咯。是人，咱都离袂开着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一个人，我们背负着不同的角色。那不同的角色就会产生不同的关系。所以讲，咱要得到幸福的人生，就是爱把这五种关系把它建立好，安尼咱才会当真正得到幸福的人生。就是咱个讲，爱讲较对的好，那所谓的五伦，等于就是啥呢？等于讲君臣有义，君臣有义啦。那这个君是咧讲啥呢？君是咧讲上位者，臣就是咧讲下位者。那要以国家来讲，君当然就是咧讲咱的一国之君嘛。一个县市就是我们的首长嘛，县市首长。臣就是咧下位者咧讲咱这个辈子。若要以公司来讲，就是头家甲市长的关系，对吧？这是上位者跟下位者。好，那请问各位，我们今天坐在
这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关系？有啊，好，那么要么说真人、不真人，要么说好，这个属于上位者，好，当主天才可亲，就是属于下位者，好，这嘛是一种的关系，好，这个是一种君臣的关系的，好，那君臣有义，那这个君跟臣要如何去应对？哦，那你家画成卡通影片，对对啊，我们先看一下。人君看待臣子像手足，臣子就把人君看待像父亲；人君看待臣子像犬马，臣子就把人君看待成物；人君看待臣子像土芥，臣子就把人君看待像敌人。人与人相处，如同一面镜子，如何待人，人也将如何回报于你。这个影片就是咧讲咱是来自，就是咧讲这段就是咱孟子这个礼礼下篇的这个君臣之道啊。那这段这个影片，这段意思就是咧讲啥呢？就是讲，徛在咱上位的人，若会当甲咱下位的人，甲伊当作亲像手足，就是家人同款。若安尼话，咱做下位的人，咱就会真正会放伫你心肝咯，永远的忠诚若假使讲上位的人，甲下位的人，拢当作是啥？当作是路边的陌生人来当作是一个足下贱的人，若安尼身为下位的人，才有法度对伊心服口服，就袂嘛所以讲呢，以一个国家来讲，就是咧讲均衡的对待。所以咱拄才咧影片内底，伊就有讲，伊讲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就像一面镜子，就亲像一面镜同款。你安怎去对待人，人就安怎甲你回应。所以讲呢，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就是爱当互相尊重。就准讲今仔日咱有上下之分，也是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互相尊重的心比如讲因为我们今天在座，咱今仔日坐一家，我不是恁的头家，你嘛是我的亲人，你唔是我的国君，我嘛是迄个，咱的讲老百姓，咱的关系唔是嘛，咱是啥物关系？咱大家啥物关系？咱大家敢是道亲的关系，道亲的关系。所以我伫遮要甲咱讲的运用这个君臣有义，或许想跟各位分享我们的道场伦理，道场伦理。咱拄才讲咱的奸人、不奸人，要么说属于咱的上位者，对不对？那我们谈花间人在道亲，就属于下位者。虽然咱有安尼的分别，天职的分别，但是请问咱各位，咱敢有利益的关系？咱彼此之间咱敢有利益的关系？敢有讲你今仔日你若迄个加多一个人来，点样输给你加200块，你今仔鼓励一个道亲来听道理，点样输买个我来你200块的奖金，敢有？无嘛所以讲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有没有利益关系？无那么利益关系，各位，你们今天来到佛堂，是不是自发性的？是自发性的嘛？到我们家都爱去等下，还是三米去等河西，所以你太会来，到无嘛大家拢是自发性。所以若要认真讲起，在道场的伦理内底认真讲起，无有啥物人应该爱去听啥物人。无有啥物人爱去指责啥物人，大家
是上平等的，上平等的，互我以前伫咱人和单位是负责在带读经班，后来带青少年班，因即摆咱遐已经有一寡干部拢是成长成熟的，所以讲呢，我们这些干部咱互我拢把这个工作转交互因去负责，所以互我即摆咧负责啥物啊？互我即负责就咧考一份头人，互我伫咱人和活堂考一份头人，我有咧办啥物？有咧办这个读书会啦，就是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读咱导师的话。咱都知影讲毋是阮老人一定会安尼啦，毋是安尼啦。阮遐阮了有一群老人足奇怪大家拢知影讲修得足好呢，毋过若大家做诶就是送人送去，搁安怎送人送啊？所以讲有诶真诶会来甲护法斗啊。就甲讲做钱你副组长你就爱去甲送人讲安怎来安怎就嘛来去斗安尼互我就甲伊讲互我甲伊讲伫咱佛堂内底，咱伫咱佛堂虽然有天一个天子的这个风度，我是表来说我们我是真在昨天虽然有这个天子的风度，但是咱的佛堂内底不是大家拢平等。无有啥物人爱去跟指责啥物，无有啥物人爱去听啥物人，所以伫佛堂内底，咱只有学这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说啥物知？咱来到佛堂来修道，第一件代志要学会管好自己，要管好家己就好。第二项工课学啥？尊重别人。佛堂的伦理文化就是安尼的，你甲我讲啥物人安怎，我敢袂使去教你，我无权通去安尼咧，敢毋是？所以咱道场的伦理，其实大家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较有这个天机的分别？今仔较有点文师傅，为什么较有负责人？较要有负责人，就要有组长、有领导，就要有家。因为我们今天在办天道。办天道嘛是一件足大件的代志。如果若无有人愿意出来担当这工课，人讲爱有人来管理嘛，会来担当管工课啦，毋是因爱出风头咧，毋是因感觉讲伊有做优越感咧，讲伊比人较人，毋是咧，为什么咱来到佛堂，咱来尊重咱的点文师，尊重咱的组长，尊重咱的领导？其实咱以前讲咱拄则讲大家拢平等的，来到遮大家也无领有啥物情绪的大家都有自发性的。但是我们这些前贤，那不是因的有心，因的勇气，因愿意去搭这个天职。请问，咱今仔讲到点文书的工课，我请对前先生，有个工课，我现在真敢，咱唔敢所以今仔咱为什么要尊重咱的前贤？是因为伊的勇气，值得咱去甲伊佩服。咱讲领导咱讲领导，咱敢知领导是加领一份责任呢？叫做领导呢？毋是伊领导就是讲伊的关节很大，伊就咱谈人，毋是呢？这个愿意去担当领导组长工作啦，事实咱真仔做佩服，因为伊毋惊吃苦。因愿意牺牲，所以今仔日咱伫道场内底，咱讲着道场的伦理，咱身为着这人才道亲，咱对上为啥要尊重？其实是咧尊敬因的精神，毋是咧尊敬因这个位阶啦。所以咱必须要有这个观念所以讲君臣有义，就是讲咱身为一个上义者的人，对着咱的task，咱的迄个护学的。咱来甲伊当做一个亲人，请问咱的两万孙囝有甲恁当做亲人无？有啊，若无要太安尼口口无心，去甲恁鼓励，去甲恁教好，恁要收毋收甲恁的两万孙，含恁的囝恁敢有关系？无关系呢，祖先含若无关系呢，那为啥物因要口口无心？就是因为这份尊卑心，所以咱尊重就尊用这份尊卑心，因此咱伫咧道场内底。咱千万毋当有一种讲好，今日你若无顺我，
哦，我拢无爱来啦，哦，我嘛拢唔听伊的话啦，像不上小闺女，喜欢讲的哦，所以讲哦，君臣有义讲的就是要互相的尊重，不管你是什么位阶，我们都要懂得都尊重彼此啊，哦，这个是君臣有义啊。那父子有亲，讲的就是父慈子孝，哦，父慈子孝，哦，这个家庭内底，哦，当然就是二个夫妇有四个人，有子女嘛，哦，咱还有一个家嘛，哦，那一个家庭要和谐，哦，当然就是安怎，就是爱夫做事大人爱有主爱心，哦，做囝人呢爱有孝顺的心。安尼，这个家太圆满啦，哦，所以咱讲有一句话讲啦，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哦，家和万事太兴，这听到这侪人咧讲，但是讲要安怎去达到家和万事兴？那家和万事兴该由谁来做带动？哦，虽然讲对啦，大家人拢有责任啊，但是这是一个比重的关系，哦，所以家要和，要谁来带动？哦，这个一家之主就很重要。所以还有一句话讲，伊讲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就是咧讲，咱身为一个一家之主的人，对待咱的迄个家人啊，吼，某也好啦，好囝也好啦，吼，咱必须就是安怎？爱有这个主爱的心，哦，若安尼话，哦，人讲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伫这种充满爱的环境内底，哦，伫这充满爱的环境内底，安尼咱唔靠有一个健全的，哦，健全的这个家庭啊，健全的心态，哦，伫种有爱的家庭内底，真正吼，咱靠有法度生活了，然后真正快乐。有一天啊吼，阮查囝吼，就甲我互我安讲咧，伊讲哦，妈妈，我感觉足奇怪咧，阮这个同学啊朋友，他跟他们的家人都很多矛盾，哦，甚至有的都离家出走了啦吼，伊就讲哦，伊安尼去甲伊观察下吼，伊甲互我讲，伊讲吼，妈妈，我感觉讲，我们家还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家庭，我讲对吗？我们是有道的家庭啊，哦，所以他说啊，你要这个他观察在道场的那些前贤啊、阿伯啊、叔叔，真正是安尼的哦，大家拢安尼哦，做足和蔼，家庭做圆满。那他比照外面的他的那些同学，他就说差很大哦，差很大哦，这就是差别哦。所以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哦，我们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圆满。性圆满啊，那相对的，父养则母土，母土则子聚，子聚则家衰，那家衰会毁三代。哦，一个一家之主，然后分大头，愿意去承担，请问家庭辛不辛苦？老爸讲对这边妈妈最辛苦了，阮这人就是这种家庭大人。哦，年轻的时候，阮爸爸拢是照顾大人的家庭，哦，阮妈妈一个人请阮亲的囡仔。阮妈妈去辛苦，所以我们看在我们的这些孩子的眼里，我们就知道妈妈非常的辛苦。所以，阮7个兄弟姐妹，大家拢安怎，拢做相亲相爱，让互相，做互相。哦，所以讲咩话？伊讲父养则母土，母土则子聚。子聚就讲，这囡仔伫这种环境之下，无温暖的环境之下，哦，他有没有自信心？他过得就没有自信心了，哦，伊会自卑呢，对吧？哦，所以讲囡仔伫这种环境之下，伊无信心，也自卑，哪呢？才会有前途。一个无自信、又自卑的囡仔，你要往外口的时候，怎么去跟人家竞争？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啊，所以他的前途会好吗？不会好啊，不会好了，家衰衰毁三代。人讲好也会事情，贫穷也会事情，贫穷来事情呢，哦，不健全的家庭也会事情呢。所以咱哪咧讲个好面人吼，伊会做
的责任，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才说父子嘛，爱父爱子。家庭要完完第首要就是饲大人，做饲大人不是爸爸尔，爸爸妈妈嘛是，咱拢要有一个明理自爱的心，咱才有办法把囡仔带起来。若要上好就带到完全好啦，就是咱歹教咱这个帮囡仔，要是所以这个叫父子。那子孝呢？子孝，一个家庭要圆满，除了爱有迄个饲大人爱有慈怀的心以外，做囝伊是说，嘛爱知影怎孝养父母爱知影怎去孝养父母，安尼家庭相互之下，家庭才会圆满。那讲到这个孝顺，各位，我唔知咱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说，人讲时代无同款，时代变迁嘛咱即阵若把囡仔讲着爱孝顺嘛咱的囡仔拢会安尼甲你讲。咱即若来像来讲，阮遐囡仔伊讲着咱较早迄个做人遐医事说就安怎，阮甲讲阮较早阮细汉的时候，阮对阮的爸爸妈妈就是安怎，就爱像我拢甲阮的囡仔讲，阮要过来时，阮妈妈就甲阮交代讲爱甲爸爸妈妈做生意，爱甲迄个先生生意拢爱伫咱家做生意，就讲这些给孩子听啦。阮较早甲阮教会啥咯，咱即摆甲啥讲互囡仔安尼甲伊讲咧，伊拢讲你比较好用，你拢甲阮道德绑架，拢讲甲你甲道德绑架，所以讲咱有感觉讲，咱即摆的下一代愈来愈歹教咱若甲伊分享诶，伊不但会感觉你做烦的，甚至拢感觉那个有效所以这个孝说实在的虽然开导咱嘛是讲，因为为了要我们有一个圆满人生所以孝我们怎么去孝所以说咱的有些人就讲什么叫做好人讲关于子女讲，必须本乎良心啦就是爱依照自己的良心去对他啦奉太父母就亲像爱惜子女同款促进父母就亲像咧容忍子女同款这句的意思是咧讲啥呢？上简单来讲，请问父母和子女对一代付出上多？咱感觉对一代付出上多？永远拢是做父母的人付出上多对吧？父母对囝，人讲真正拢王爸无爱的，无当讨人，食饭嘛无当讨人。我拢听人讲，阮兜两三个诈骗集团，我逐工有这个诈骗集团内底过了安尼，我本来迄个要甲你讲啥，本来迄个要甲你骗诈的开玩笑是讲意思是讲咱对囡仔的付出，真正是咱讲无咧算所以讲咱囡仔若要甲囡仔讲嫁爱友好是着啦，敢若甲伊讲安尼着咯你若会当对恁的对恁囝儿的心，用你对恁囝儿的心来对待阮，安尼就是真正的真好讲安尼是要较客观的较保守的咱真有真侪父母咧甲囡仔拢讲咧讲因为真有出侪主妇唔见唔穿嘛，有安尼唔见唔穿安尼是啥？是宠物嘛所以讲有即个，咱讲到即段，咱拢讲要求咱的子女会当进行，伊咧对囝同款着，其实咱讲互咱看一个影片，咱即个父母敢若即个父母边讲你看到啥物？各位你们看到啥物你红太你敢是父母？无嘛毋是嘛所以讲呢，有一个父母，伊就甲因的媳妇讲但后生媳妇讲，伊讲你对我若要友好我无要求啥物啦我只要求恁对待我，就亲像咧对待恁的宠物，安尼就好这个影片意思是咩啦？你看我不通笑了，这当笑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讲咱要教囝，要教伊怎样是现代人。
子孝这就是咱就是有当互咱有福报的一个要互咱的人生有当幸福圆满的一个条件非常歹势困袂真济啦所以讲即个物件咱讲无对啦所以非常危险互咱的囡仔人常常处处咱若讲不足的所在让咱的不足的咱的表演师能够有经验，咱来互我支持因为时间的掌控无介好势所以呢而且不足的所在互我而且呢经常上面注意下做让咱做节目咱来互我支持以后有时间再来甲咱分享安怎个好安尼今仔日感谢讲师慈悲，前道之功，坤道之功，这里就是感谢讲师慈悲。请休息到45分。